到360度零死角，你以為淨係化妝就得咩？嗱，就等我今日公開我平時保養嘅秘密武器。好多女仔成日淨係將個 focus 擺咗喺皮膚度，買好貴嘅護膚品，都係為咗望落去唔好咁潮水。只不過髮量一少，頭頂變塌咗，仲開始變多咗頭皮。所以咧，即使塊面 keep 得幾好，如果啲頭髮唔保養咧，都好容易顯露噶。所以如果想上鏡睇落去後生啲，似10幾年前咁，其實髮量先至係最重要。我平時有食開維生烏絲素，見佢咁 work 咧，我就用埋呢一支 Nano。我之前使咗好多錢，盲目咁樣試咗好多防脫髮嘅產品，但係好多都冇 feel，有啲仲搞到我敏感，又紅又生粒粒。但係我用咗呢一支納米深深洗之後，頭髮真係厚咗、蓬鬆咗，頭髮又真係甩少咗。睇下我已經用緊第3支啦，我仲做咗一個頭髮嘅測試，睇下我生多咗幾多頭髮。用咗7日，頭油已經減少咗2級，全日個頭都好清爽，唔會塌。14日之後，一個毛囊生翻3條頭髮嘅比例，足足增加咗16%。肉眼睇到髮線位、額角位開始生翻多咗 BB 毛啊！去到第28日，頭髮濃密度增加咗85%，唔到你唔信啊！呢一支納米深深洗，連我個髮型師都極力推薦啊！因為用咗納米，啲分子細先至入到毛囊，成分多都冇用噶。佢嘅納米營養分子細過毛囊370倍，深層清走油脂污垢，同時導入生髮營養，所以啲頭髮就可以係咁生啦。佢仲有臨床同真人嘅雙實證，頭髮嘅濃密度足足可以增加高達177%添啊！仲要配合埋呢一支納米深深噴，納米級生髮分子仲要細過毛囊2366倍，每日噴一噴，兩樣一齊用，仲更加有效率。所以千祈唔好淨係掛住搞塊面啦，更加唔好50-50，快啲用維生烏絲納米系列，同我一齊深深洗、深深噴，頭髮深深生啊！